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。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，近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8条被执行人信息和恢复执行信息，执行标的合计15.8亿余元，涉及票据追索权纠纷等案件。风险信息显示，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66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，被执行总金额超过830亿余元，累计起来恐怕比这个多得多。因为好多它是执行超过半年的，就会叫终止执行。所以你看后面写了，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、失信被执行人老赖以及中本案件信息。中本案件就是终止执行。什么叫终止执行？你把它拿去强制执行之后，执行了半年没找到财产，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这案子就结了。等到你再发现它有可执行财产的时候，又可以再重新申请强制执行。这个是为了提高结案率。咱们粉丝里面有律师朋友或者有法官，对这个很清楚。所以它恒大执行总金额830亿，你应该理解在这半年内就已经有830亿的执行总金额了，说明恒大算是凉透了。今天万科又发了个公告，他前一阵子不是公告要卖股票吗？那今天他卖完了，一共卖了4个多亿，不容易。为了补充流动性，没钱了。当年是17.7块买的一股，也就是22年还是23年17.7块增持的，今年卖6.5块。昨天的节目咱们说了，自己的公司炒自己的股票，居然还能亏成这样，就剩个零头吗？你说这个金融消费者，你在这个股市里面炒，你还想赚钱，赔了钱也没什么不舒服的。人家自己公司炒自己的股票都赔成这样。这个摩根士丹利推测，他说2021年至2024年，中国房地产行业累计相关损失约7万亿元人民币。7万亿包括哪些人？咱就别的人不说，咱就说韭菜，你在2022年、2021年、2020年买房的，有的是2023年买房的，你的损失恐怕都在这7万亿里面。现在很多人一套房子轻轻松松的200万没了，首付跌掉了都是轻的，所以这些损失都在7万亿里面。我们看看摩根士丹利，他说这个7万亿人民币，其中金融体系承担了近1半损失，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损失2.05万亿，通过理财和信托等其他渠道损失1.31万亿，以及银行额外拨备5000亿元，其余由股权投资者，就是民股实债啊，那就是那私募啊，这个损失是9200亿元。供应链1万亿，这供应链是什么？就是承建商、装修队、这个家电，就这些，损失是1万亿。境外与境内债券持有人分别承担8410亿和1990亿，也就是说境外境内债券持有者将近加一起1万多亿。摩根士丹利说，它整体来看，市场已充分消化前期信用风险，预计未来2到3年新增损失仅为约1万亿。摩根士丹利的意思是，从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到现在，咱们的房地产产业上下游相关的造成的损失是7万亿。这7万亿咱们老说得有人买单呢，那谁买的单呢？银行买单是2万亿，理财和信托买单是1.3万亿，银行拨备5000亿，这个民股实债就是私募买了将近1万亿，供应链买了1万亿，境外债和境内这个债券持有人买了1万亿。那恒大理财的投资者是在哪儿呢？那就是在什么理财和信托，这个是1.3万亿。我就想知道这个银行的一共2.5万亿，反正这都好说，大家都知道。理财的还有私募的，这加到一起2.3万亿，这个也好说。他投资的关键是供应链的这1万亿，这还得有人买单呢，不就上下游企业买单吗？这上下游企业这1万亿扛得住吗？对吧？银行得跟他们要钱，他们跟恒大、跟碧桂园、跟融创要这钱要不来的，这钱没了，应收账款就是随风吹了。但是他们欠银行的钱得还，不还那他不也就暴雷了吗？银行就查封他，处置他的资产，这个涉及多少上下游企业？另外，摩根士丹利说，接下来大家不要怕了，下跌的主要过程已经结束了，就7万亿嘛，已经没了。接下来这几年啊，大概还要也就1万亿的损失了，也就是大家忍一忍，这个阵痛已经过去了，后面痛就好一点。当然，这是摩根士丹利的一家之言，只是仅供参考。这个未来有没有可能加速下跌？这谁说的好呢？摩根士丹利说，未来2到3年新增损失1万亿，那意思就是说是缓跌，那跌肯定是跌，不跌它怎么会有损失呢？但是摩根士丹利意思就是缓跌，2到3年才损失1万亿嘛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摩根士丹利还有点乐观。今天有媒体报道说，目前有一些迹象表明，女性债务暴雷存在激增的情况，受这个7万亿的财产损失影响，这个似乎对女性更加严重。据一些金融平台数据说，2024年女性消费贷逾期率同比激增42%，其中30岁
以下群体占比超70%。部分数据显示，24年信用卡未偿还金额同比增长26.3%。银行在审核大龄单身、女大学生、离异女士的贷款时更为谨慎。逾期人群中，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。还有信息称，25到35岁的女性逾期率同比上升20倍，其中超过70%以上的坏账集中在医美、轻奢、网红、酒店等面子消费领域。实际上，就这些女士为了面子攀比，支持自己的高消费，那她就各种撸贷款、消费贷、信用卡，一旦没有收入来源，没有大哥给她买单，马上就逾期啊，有的就做3K， 所以也能说明当下经济不行了。这一现象的出现，主要是因为舔狗经济崩盘。舔狗经济崩盘，那本质上也是经济不行了，舔无可舔，就没钱舔。男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女性的消费买单，而部分女性习惯了高消费，自身经济条件有限，难以维持，导致债务问题凸显。同时，经济下行也使得女性在就业等方面面临压力，影响了其收入和还款能力。另外，一些女性存在消费主义惯性，缺乏理性消费观念和储蓄意识，过度依赖借款、借贷消费，也是造成债务暴雷激增的原因。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问题，你比如说男性要是没钱了暴雷，他经过思想建设，他很快就可能去开网约车，去跑外卖、送外卖，这是最常见的。他只要能跑起来，他够自己吃饭是可以的，攒点钱再去还贷款、还饥荒。那女性她就跑外卖、开网约车，这个都不是强项，大部分女性干不了这个。但是女性通常呢灵活就业的就是餐馆、服务业。餐馆、服务业有个问题，它在这块它比男性有优势，但问题是，你看现在餐馆都是不稳定，很多餐馆开半年就黄了。现在餐饮业这么惨，所以在餐饮业里面就业也不稳定，服务业待遇太低。你在超市当个收银员，你除非去那网红超市，给你1万块钱一个月，你其他的超市恐怕也就3、4千，累死累活的。所以这些高消费的女性，她哪受得了这种工作呢？她以前吃一顿饭的3、4千，你说现在让一个月站在那儿累死累活的3、4千，这就不行了。所以我记得10年前这个校园里比较猖獗的那种裸贷，就专门放给这些女大学生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信誉，你只要拍张裸照，按照要求，完了他就贷给你，还不起他有办法让你还得起。按照你的颜值，你的贷款额度不一样，颜值高的贷得多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为房地产下行在买单，因为没钱了，大家都没钱，大哥也没钱。他现在各个平台直播 PK 什么打赏，是好像收入都是直线下降。我们再看现在一线城市广州又率先出政策就是了。财联社6月13日电，广州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，其中提到有序减少消费限制，优化房地产政策，全面取消限购、限售、限价，降低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，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，扎实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。2025年计划推进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超150个，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9000台，完成城中村改造固定资产投资1000亿元，推进利用专项借款购买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，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，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，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进一步优化租房提取政策措施。我看很多中介炒房的在那儿欢呼雀跃的，就觉得这个大招来了，全面取消限售、限价。限购什么意思？谁都能来买，到广州也不管你第几套了。限售说你以前不是你买了之后你必须要满3年、满5年或者满几年你才能卖嘛，现在取消，拿到本儿你就可以卖，应该这么理解。现在以前开发商他不都是必须有指导价，你不能超过多少，也不能低于多少，这高了也不行，低了也不行，这叫限价。那现在都没了，二手房也没有指导价了，完全市场决定。我看很多中介很开心，感觉这个打了鸡血了，这是大招，楼市马上就要微型反弹，再不买你就赶不上趟了。实际上我觉得效果有限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不需要拍脑门，你只要看看香港就行了。香港是面向全世界都能去买，它是2024年2月份全面取消这个限制。那香港的楼市稳住了吗？它也就2、3个月，数据表现还可以，后面就一路下行。人家可是面向全世界，内地人也可以去买啊。你这广州你解除限购，那你无非就是面向国内，人家面向全世界的都没稳住，你这面向国内你还能反弹，这个逻辑上说不通。不过这个政策应该挺好的，比如说你喜欢广州，你就可以到广州买房了。你觉得广州好，可以适合养老，你可以把你所在的城市房子卖掉，去广州买套房，在广州养老。实际上广州稍微远一点的，你不要在市区，稍微偏一点的地
地方房价也不贵，1万多。实际上在珠三角养老其实也还可以，交通也比较发达，医疗水平也不错。关键那个地方人比较注重生活吧，早上吃早茶，吃到中午11点、12点，夜里吃夜宵，整到2、3点、3、4点。虽然夏天热一点，但是人家冬天冷，也就那1个月不到。但是你要说广州楼市马上就火起来了，这个纯粹是想多了。在一线城市里面，广州总是先出招，这个也是有原因的。笨鸟先飞，你的资质、你的条件都差一点，你还不先来，你赶紧先割。你要不割，等到上海了割，那轮不着你了。这个现实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这个涉及到人才争夺啊，我允许你在我这买房子，那你不在我这住了吗？你说现在全国优质韭菜还能买房的韭菜有多少？不多，而且还能随时到处跑的，他轻易就能从南昌跑到广州去，或者从哈尔滨跑到广州。这种人是优质韭菜啊，你不割，那北京、上海就割了。这韭菜数量不多，所以说广州先割，先割为敬。你看智联招聘与泽平宏观联合发布，这泽平宏观应该是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，可能这名字也不能提，他已经被封杀了，大战加藤老师的，后来卖生发水被罚款，非常坎坷，后来批评什么罪己诏被封杀。他们发布了一个叫《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2025报告》，在这份榜单中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再次包揽2024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前3甲，北京排第1，上海排第2，深圳排第3。所以老有人问，年轻人毕业了去哪儿？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不要问那么多，背起你的行囊，不是去北京就是去深圳。这就是我对这个年轻人一个忠告。这数据不骗人，你看对吧？泽平宏观发布的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前3名，排第4名的就是广州，排第5名的是杭州，第6名的是成都，后面是南京、苏州、武汉和无锡。也咱们说大一点，这么排挺累的。北方就是北京，不要想其他的。过了长江，那就是长三角、珠三角就完了，就这些地方啊。如果你非说我要去西部，那行，西部就是成都。我看重庆排在多少位？重庆排在第41位。所以这个城市吸引力排名靠前的城市，如果它还没有放开限购的，你说它这个时候它就得放开这些限制，好割优质韭菜啊。最后我们再聊一个案子，南方周末报道的一起因小产权房，又是涉及高利贷，又是涉及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又涉及一房3卖、一房多卖，最后演变成刑事案件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马峪村。这个马峪村实际上它就是在北京的13陵景区附近，它属于昌平区崔村镇。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。2025年前后，北京周边它就兴起了一股小产权房建设高潮，因为那个时候都差不多，都比较乱。通州有宋庄，大家知道吧？那宋庄就聚集了全国来的这个画家，跑去跟当地的人交易，那都是小产权房。后来也是搞得一地鸡毛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3陵景区边上的叫马峪村，也是那一波热潮。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叫贾文贵，说的叫贾文贵，那还是真文贵吧？按照《红楼梦》曹雪芹的写法，贾宝玉对应的就一个真宝玉，贾文贵那对应的就一个真文贵，也是搞房地产开发的。贾文贵北京海淀区的，他就跑到那儿去，开始从村集体手上去所谓的买地，或者叫收地，或者叫租地，总之都是违规操作啊，搞了几十亩地。他开发别墅，你在那地方你只能开发别墅买，你要开发普通的商品住宅，那谁去买？当时他那个村的村主任叫李广栋，按照这个李广栋后来对公安机关的说法，他个人，你想你看看村支书个人2006年以每亩220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上，就是村集体的嘛，你看村集体的就是村书记的，这你不服是不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坚决反对把那宅基地分给农民自己，怕你自己卖掉了，你自己卖可惜了。哎，你看村书记卖就好，村书记每亩2200的价格从村子里边村集体那么地租了80-90亩，2年以后2008年他把转让给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又倒手把他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。这个贾文贵1年以后2009年动工修建叫入墅馆，也就是别墅，建成独栋别墅49套，联排别墅29套。我的印象里2009年好像还不让建独栋别墅啊，能建联排或者是什么叠拼什么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反正人家已经违规了，无所谓，因为他那房子不能交易，没有产权证，只能是小产权。项目开发过程中，贾文贵资金链断裂，这故事都一样，资金链断裂，他开发小产权房，他很难从银行贷款，所以说急需钱，他最后只能搞民间借贷，到处找钱。经过熟人介绍啊，认识了这个王飞。这个王飞他就是昌平区本地人，父母早年开办工厂，恐怕手上有点钱。这个王飞本人先在什么企业上班，反正不正经，后来做土方工程，后来离职，和家人一起做采石场生意，开茶楼。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，对中国了解的人，你能同时干这些事情，差不多离涉黑就不远了。哪有那么多心善呢？你看看，你采石场是一般人能干的吗？土方工程是一般人能干的吗？茶
茶楼是干啥的？那真的喝茶吗？对吧？加藤老师都不这么认为，加藤老师都上过茶叶的当，吃过茶叶的亏。所以说我看到这儿我就知道这个王菲这恐怕涉黑是跑不了了。这个贾老板经人介绍认识了真王菲，他就跟王菲借钱，王菲就介绍贾老板跟他妈认识，那就言下之意他们家掌权的是他妈，叫赵红。那故事都一样，赵红刚开始肯定是不想借给贾老板，怕贾老板还不起，但是贾老板一看有人能借钱，有这个能力，他一直通过朋友介绍说情，就请他们一家到实地去看房，看看他们还款能力，这个房子开发的多漂亮，以后都能卖得掉，现金流就回来就能还你钱。2014年6月18号，赵红就是王菲他妈借给贾文贵2000万元，抵押物为马峪村唐郡小区12套别墅，借款期限为半年。也就是说这个贾文贵在马峪村，它不是一处小区，它还有一个项目叫唐郡小区，一共有12套别墅。这个唐郡小区也是贾文贵开发的小产权房。那这一笔贷款实际上是个高利贷，表面上借给贾老板2000万元，抵押物是马峪村唐郡小区12套别墅，但实际上贾老板拿到手的只有1400万，这个30%的砍头息，也就是把这个600万先扣下，给贾老板的只有1400万，但是贾老板的借款合同写的是2000万。每个月支付5%的利息，也就是这2000万的5%，一个月一付，那就一个月利息是100万。你说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典型的高利贷啊！这年化是多少？能放高利贷的是一般人吗？砍头息是半年的，也就是半年之后你就要开始还这100万了利息。所以贾老板还了第一个100万以后，后面就没钱还了，停止还款。那王菲多次催要无果。2015年5月，贾文贵突发脑梗，那就脑梗就昏迷不醒，躺在床上，医院里面没法弄。2016年3月，王菲再次找到贾文贵催款，双方在贾文贵治疗的医院协商，贾文贵的全权委托人签订还款保证书，承诺在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本息，否则以唐郡12套别墅抵债。那当然了，到了约定时期还在住院的贾文贵仍未还款，他肯定是还不起。王菲带着借款合同去马峪村收房，结果发现抵押物唐郡小区的12套别墅已经被贾文贵卖掉了，而且他这个是在贾文贵借钱之前就卖掉了。那王菲也来找贾文贵，那贾文贵说那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拿现在正在盖的那个叫玉树馆12套别墅置换。那王菲就没办法，就换成玉树馆的12套别墅。实际上虽然贾文贵表示玉树馆的12套别墅从未出售，实际上他这12套也已经被他卖出了。大家知道这小产权房他没有办法在以前叫房管局，现在叫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网签登记，所以卖没卖鬼知道啊。他不说卖了，你谁也不知道他卖没卖。所以王菲就跑去接管12套别墅，结果一接管12套别墅就出事了，原来这个房子已经被卖掉了。2017年1月9日至12日，这个王某、曹某、贾某等10余名原业主向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报案，说这个房子他们在2007年到2013年从贾文贵处购买，而且有合同有这个打款记录。那王菲这下就麻烦了，这回这12套别墅又是卖过的，但是这一次这王菲她不管了，她还派人强行去接管，把物业赶走了。她张贴告示，要求以前的业主跟他的律师去谈所谓的协商解决争议。那说白了就是地头蛇嘛。你想想，你那些买房的人都不是当地人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所以王菲就拿到了这12套房子，她又接着卖。王菲把这12套中间的10套卖掉了，共获得购房款3000万，其中550万替贾文贵偿还欠马峪村的地租，300万用于发放销售佣金，另有300万用于偿还贾文贵对李广栋，也就是那个村支书的个人欠款。那王菲实际得到1800万元。接下来就是王菲和贾文贵之间的暗战。2018年8月9日，昌平警方以贾文贵一房二卖涉嫌诈骗罪将其控制。你看，不是那么多房主去报案了吗？人家房主可是对吧？这受害者，人家钱掏了，合同都有，房子被人卖掉了，所以先去报警。那警方先是把贾文贵给以涉嫌诈骗罪把他控制了，但是后来不长时间贾文贵就被放了。2019年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，对贾文贵不予起诉的原因不得而知。又过了2年，2020年10月，这场纠纷风云突变，昌平警方以王菲涉嫌寻衅滋事、
合同诈骗罪，将其刑事拘留。2021年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1分院向北京一中院提起公诉，除王菲外，该案还有5名被告人。这5名被告人正是2016年5月被王菲喊去接收日术馆物业的社会人员。当时的交接过程确实不顺利。案件材料显示，王菲共接管了3次，前2次均因贾文贵实控的物业公司不配合而等因素而失败。第3次接收发生在2016年5、6月，王菲喊了一群社会人员，有人砸玻璃，并对物业公司员工进行语言威胁。王菲讨债的时候，对贾文贵的司机采取脱衣、泼冷水、电击，且在接收日术馆物业时有砸玻璃、踹门行为，构成寻衅滋事罪。检方指出，王菲以收债为由强占12套别墅，隐瞒别墅已被他人购买的事实，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谎称别墅归其所有，出售其中的10套，构成合同诈骗罪。王菲等6名被告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。这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贾文贵于2023年8月离世。2025年1月9日，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该案为恶势力犯罪，王菲犯合同诈骗罪、寻衅滋事罪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。其余5名被告分别获刑2年8个月至4年不等。当然了，他们还要上诉到这个北京市高院。就这么个事，在我看来，这个就是强龙遇到了地头蛇，强龙和地头蛇之间过招。这里面就涉及到高利贷，涉及到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涉及到一房二卖、涉黑，这一切都是小产权房引起的。有很多人跑到郊区一看，跑到农村一看，这房子真漂亮，这风景真好，我要在这儿有一套房养老多好，跟明13里跟明朝皇帝作伴，风水宝地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这小产权房一买，那是麻烦缠身，基本上没好，因为他没办法登记。有很多买了房的人说，当初我为什么买这房子，是因为村支书在那儿现场担保，或者叫现场在那儿确认说这房子没问题，村支书说没问题，那不就没问题了吗？土皇帝说没问题，所以他们才买。你看看，靠村支书背书。至于这个贾文贵为什么第1次被抓，后来把他放了，说他不如起诉。这真王菲事隔2年以后进去了，涉黑，这个就涉及到强龙和地头蛇之间斗法。我倒是觉得这个王菲判的不冤，但是这个贾文贵他就是清白的吗？当然他死了，那另当别论。这个里面有一个法律的点啊，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利贷不被法律保护。也就是说，王菲说我把这钱借给他了，我要抵押物，先是12套别墅，后来是12套别墅，我是为了保证我债权安全，所以我采取这些措施。但是因为你是高利贷，法院是不认的。高利贷那是你跟贾文贵之间的事，你不能因为这个高利贷你去侵害别人的什么权益，或者要别人的别墅什么的。所以我从这个案子啊，我得出结论就是小产权房最好别碰，你一碰都是麻烦，不知道有多少坑等着你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